說起蔡宋先生，人人羨慕他踏入晚年，依舊定難自在，四處遊東，隨心吃喝，彷彿不受俗世亂事牽咒。不少朋友留言發問，想要參透這份無憂度日的法門。我閱人無數，見過無數男女跨過60這道關口，大部分人只看見旁人風光的表象，卻忽略最關鍵嘅一層道理。想要日子過得舒坦，不單要懂得去哪裏尋樂，更要有清醒眼光。自60歲之後能不去，便盡量不去過60。好比樹木踏入秋天，先天生機不復，青壯年旺盛體力心神，可用時間都有明確上限。為養家糊口打拼事業，尚可勉強透支精氣神，應付各式各樣嘅人情霸義。待到跨過60歲，大運轉入守成階段，命理講究養氣固本，不宜持續向外耗泄自身元氣。人生做減法，主動力選周遭環境，遠離悄悄吸食心神嘅人與場地，便是晚年安穩最重要嘅功課。很多長者常年失眠，血壓起伏，心數煩躁，四處尋醫調理卻收效甚微。不在肉身先天底子，而是長久自身不斷損耗磁場嘅環境當中。今日世事梳理四類應當主動避開嘅把兒，守住邊界，少沾是非，方能身心安寧，復換文昌。盡量推卻，便是天未亮就要集結行程篇，排密不透風的廉價旅行團。市面上這類低價旅行項目一直牢牢吸引不少長者目光，價格低廉，平白賭得好處，不少人一時心動匆匆報名，等到旅程結束才幡然醒悟何謂貼錢買難受。凌晨5點就要起身集合，起床時間比務農上班還要早，長時間困在旅遊大巴則上，亂轉各個景點，留給觀景休憩的時間寥寥無幾。大部分流程都係導遊帶去商鋪輪番推銷團餐，只求喉飽腹，菜式粗淡，談不上品嘅當地風味。行程如同官訓趕路，步步趕時限，半點鬆弛喘息嘅空間都不存在。不少長者心存僥倖，覺得只是出門散心，花小錢開開眼界，談不上息低。從玄學角度嚟講，看似分外劃算的便宜，暗中都標好了代價。低價旅行團件免下來的團費，最終往往要用你的體力、脾氣、做人尊嚴去填補。一路上持續面對倒扣扣、食完消費，還要承受冷眼與言語施壓，長途舟車勞頓，長者氣血循環本就偏弱，作息驟然打亂，極易誘發頭暈血壓驟升。萬一在異鄉旅途之中突發身體不適，便風險難以預估。一旦出事，所有出遊嘅初衷盡數落空，得不償失。出遊本嚟的意義是轉換心境，開闊眼界，絕非給自己安排一場折磨。我向來認同，在鬆弛感受，而非走馬觀花打卡趕路。不必勉強早起追逐行程，睡到自然醒。慢悠悠走入當地街市閒逛，感受市井百態，尋幾間地道小店淺嘅美食，而風景便多駐足停留。覺得乏味便可提早返程。旅行的核心是換環境，舒緩情緒。如果全程緊生身心疲累，就算抵達在乎性命的境界，也得不到半點心神滋養。與高強度低價團看似出門散心，實則持續耗損自身元氣。表面撈小便宜，內裏損耗甚大，實在不劃算。很多人到老都看不明白，出門遊玩追求嘅是舒心，比拼大走得景點更多，強行趕路，美景又會變得索然無味。有些人總覺得人老便要多出門走動，卻分不清何為滋養心神嘅出行，何為折磨肉身嘅奔波。報名低價團，最後累垮身體，得不償失。第二類需要主動遠離的場所，就是四處販賣恐慌情緒的養生保健講座。大街小巷時常看見這類活動，派發雞蛋掛麵、日用小商品作為入油，吸引一眾長者到場聚集，整套營銷。套路經過長久打磨，先用微薄小恩惠拉近人心，隨後安排所謂檢測人員，因而兒戲製造虛假體檢結果，刻意放大身體細微不適，不斷渲染中風、血管淤堵、認知退化等重病風險，用疾病恐懼牢牢抓住聽眾心神。人心一旦被恐慌支配，
便會大幅下降，很容易聽從遊說。高價購入各類功效被無限可大嘅保健品、理療儀器、玉石床墊、能量淨水機，天價膠囊層出不窮。更加值得警惕的潛藏危機在於，或者輕信銷售人員片面說辭，擅自調整長期服用的降壓降糖藥物，天真以為保健品能夠替代正規醫療，最終延誤基礎病醫治，誘發嚴重併發症。案例擺在眼前，一時貪圖免費禮品，長期被焦慮裹戕，花費大量積蓄購入一堆效用有限嘅產品，錢財受損之餘，身心雙雙承受煎熬。揸住長者胃道病痛嘅心理，不斷放大身體隱患，製造持續性焦慮，殊不知終日惶恐，本身就是損耗氣血最大嘅元兇。人一旦長期活在恐懼之中，氣機鬱結，各種小病自然接踵而嚟，這便是雜殺近身，擾亂自身氣場。做人最重要一點，千祈唔好俾人嚇死。養生這件事最忌飲俾外界製造的恐慌牽着鼻子走，着含萬冬蟲夏草各類名貴藥材，認定高價補品才能夠延年益壽，實則本末倒置。真正長久可行的養生，從來不是依靠昂貴外物，而是順其自然，食該飲就飲，維持情緒平和舒暢。心境長期壓抑焦慮，就算日日服用頂級補品，夾煞苦氣機鬱結，養分也難以被身體吸納。日常心態開朗，飲食有道，作息規律，類出任其效的保健品更加管用。開心才是性價比最高嘅養生法門，心神和順，周身五行自然調和，病痛亦會減少。風水養生，先養心神，心神安定，場自然順暢，不必四處尋訪長生秘方，穩住情緒便是最好的固本之道。第三類要主動抽身遠離的圈子，便是充斥怨氣、日日攀比是非的親友文化聚集地。退休之後空餘時間變多，習慣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閒聊，話題永遠繞不開。家長裏短，整日抱怨兒媳難以相處，子女不夠孝順，互相比較退休金高低，後輩善意好壞，不焦慮與負面怨氣，人的磁場極易互相傳染。長期浸泡在這種環境之中，旁人嘅煩惱會慢慢轉化成自己心頭負擔，容易時常動氣，血壓起伏不定，夜間失眠多夢，各類無名不適接踵而嚟。命理之中負能量重嘅人群，等同於雜殺近身，持續侵擾自身氣場。與其困在是非圈子內消耗自己，不如尋找充滿生機的煙火日常，逛逛九龍城街市，限盼夫走出忙碌形式，感受普通人鮮活旺盛嘅生命力。這份真實熱鬧，遠比奸話圈子更加治癒人心。街市之中，人人為生嘅踏實忙碌，搬弄是非露面而嚟嘅人間煙火，能夠沖淡心中。回到家中，簡單烹煮幾味家常小菜，靜心閱讀，栽種花草，看時泡茶，度促處，不用遷就任何人的話題節奏。處也要守住清晰人際邊界，不隨意參與旁人是非議論，不執於插手兒孫之間的亂事，堅記兒孫自有兒孫福。每個人自有自身命格與人生課題，到繼續晚晚輩生活，只會徒增矛盾，吃力而不討好。很多父母一輩子放不下，總想安排好兒孫一切到頭，嚟患嚟埋怨，就是不動邊界。朋友貴在知心，數量繁多。如果圈子中入烏煙瘴氣，互相攀比，散播是非，不必勉強維持往來，適時抽身遠離，內心自然清靜。晚年不必依靠談堆侃談打發時間，高質量的獨處，被質量嘅結伴消磨光陰，不必害怕獨處顯得孤單，勉強合群才是更深的內耗。很多人為求安靜，拼命擠地進各類圈子，到最後才發現喧鬧散去之後，空虛只會加倍。我哋需要逐步推掉嘅，便是烏煙瘴氣、虛與委蛇的無聊應酬酒局。年輕時候為謀生維繫人脈，很多霸兒身不由己，就算場面虛技、言語乏味，也要硬着頭皮出席，入念周全客套。但踏入60歲之後，不必再為所謂面子勉強自己。這類酒局之上，大多是沒有實質意義嘅客套侃談，眾人推杯換盏，硬灌劣質酒水，暴飲暴食，溫教血管負擔。很多酒肉朋友平日裏稱兄道弟，一旦遇上病痛難處，很難得到切實幫扶，耗費大量時間身體去維繫一段虛假交情，毫無價值。
不必珍惜的相聚，從來不是喧鬧應酬。我時常想起昔日老友相聚，時光和知己傾談，不必刻意偽裝談天說地，心境鬆弛，不用強迫飲酒，真情自然流露。當年尼康、金庸一眾好友相聚，沒有繁文縟節，隨心暢談，自在隨心，這才是相聚。本嚟的意義，知己相聚，歸在交心，不再排場圈種。等到花甲之年，把有限時間留給真心相待之人，或是全然留給自己，不必奔赴外面嘈雜飯俗，在家中小酌清酒威士忌，或是煮一袖陳年普洱，慢慢細品，不受場面規矩束縛頹心，這才是對身體、對餘生最基本的尊重。應酬場上的熱鬧都是短暫幻象。獨處或者知己小聚的安穩，才能夠滋養心神，穩固自身氣場。無謂的應酬，不斷耗泄元氣，情有可原。晚年繼續堅持，便是和自己嘅運程作對。講到這裏，大家不妨靜下心梳理。晚年想要通透自在，核心做法就是主動撇去生活之中層層浮沫。人過60，暗沉大成熟，如同精心熬製嘅老火大菜，需要主動掃除雜質。捨棄損耗自身嘅事物，感露受罪的低價旅行，刻意製造窮荒嘅保健講座，充滿怨氣攀比的談話，圈子虛乏味的應酬酒酯，便是最需要清理的思慮浮沫。很多人一輩子忙於洽納行情，拓寬圈子，到老才懂得好日子，是不斷刪減多餘負累得嚟。很多人一輩子向外追逐，總想擁有更多。去到更多地方，認識更多人，到老才醒悟，在於不斷增添外物，而在於主動勒除拖累自己嘅人與環境。最簡單長久的幸福，從來不是超不可及的奢望，只在於把握當下，品個食物本身滋味，欣賞眼前風景。內心安寧，不被外界雜音擾亂節奏，不必跟風旁人嘅活法，不必炫耀別人表面嘅熱鬧。每個人命格不同，適合他人嘅生活方式套用在自己身上，未必能夠受用。愛熱鬧人群，有人偏愛清靜，獨處沒有高低之分，唯一嘅標準便是這件事會唔會消耗你嘅心神。60歲之後，把每一天當成一場小型慶典，放下諸多顧慮，日事無顧忌地找尋屬於自己嘅快樂。命格後半程，守氣養心為上，少向外攀附，少參與紛爭，主動避開消耗身心的把兒，把時間與心神歸還自己。人生走到後半段，各界無非拋開世俗枷鎖，踏踏實為自己而活。不守人終其一生活在別人嘅眼光之中，年輕時為父母、為子女、為生計奔波，等到年華老去，不下攀比，面子人情包袱，看見別人組團出遊便心動，聽聞保健講座便害怕病痛，聽見親友攀談便心生鬱結，奔赴一場又一場不喜歡的聚會，把晚年日子過得擁擠地疲亂。須知每個人嘅福氣厚薄，生活節奏各不相同，不必事事追隨旁人腳步，旁人選擇嘅道路有他們的機緣，不必強行複製到自己身上。講身強方能載福，何謂身強？不單指體魄強健，更指心神不受外物裹緊，懂得篤選去處，遠離一切持續耗泄元氣嘅環境，就最簡單有效嘅修身養換。着一定要去哪裏尋樂，學會拒絕不該踏入嘅把兒，你的生活自然多出許多清靜空間，不必渴求所有人理解你嘅選擇。晚年的自在，從來不需要旁人認同議論，只是旁人嘅執念，不必納入自己心中，閒言碎語如同浮塵，太過在意，便是主動吸納雜煞，擾亂自身平和。人活一世，前60年大多在迎合世界，更思家人親友，勉強自己適應各式各樣嘅敗兒，跨過60歲分水嶺運勢，進入收運階段，重心由向外開拓轉為向內安頓，不必再委屈自己遷就所有人和事，會拒絕，懂得挑選環境，守護自身氣場，遠離後人之地，親近滋養身心的人與風景，心境日漸平和，病痛減少，煩惱變淡，便是普通人最好嘅晚年願程。唔會通透就是消極避世，什麼地方都不去，什麼人都不見，其實並非如此。懂得分辨把兒，拒絕消耗是主動選擇。
遇上舒心嘅旅途，投緣的知己，鬆弛嘅相聚，欣然接納。取捨的核心從來不是封閉自我，而是不再被動承受一切消耗。時間有限，心神珍貴，應當留給能夠滋養自己嘅人與事，而不是耗費在無休止嘅煎熬之中。番話令你有所啟發，不妨點讚收藏，轉發給身邊同齡親友。願每一位跨過60門合之人，懂得取捨，善於避擾，遠離一切好神好身嘅人和巴兒，日日心境平和，看透餘生自在平安。小凡有多清歡。